欢迎收看今日福起来的爱黑七十味。哇，很久无看到的感觉哦。不过根本日咧，我想到一个问题，乜个问题咧？细细时节人我就想讲，我要做老师，做嚟教学生，我觉得老师很棒。爸爸妈妈希望你做嘛个做医生，因为医生可以赚很多钱。哎呀，这是错误的观念。你就想讲你自家，细细时节想的梦想，太嘅。有变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人吗？就是很多人会觉得你有没有想过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今天来的来宾很特别，他去过芬兰，去过土耳其，这地方对我来讲，或对很多人来讲，其实很陌生的。我们今天要揭开神秘的面纱，借由他的书，借由他今天跟我们大家分享的一切。欢迎今日的特别来宾陈胜元，陈胜元。大家好，我是清醒的基本运动欢喜做在来分享。谢谢，不要紧张，胜元你好，你好，第一次见面哈，可是我在媒体上面就看过你了，因为我记得媒体有报道过你哦，就是你算是第一个到芬兰去做交换学生的，那时候才几岁？16岁，高一哦，你还几多岁？你可以讲国语，你可以跟我讲那个华语没关系。好，你俩几多岁？现在24。来，我要考一下他的客家话。你那边他讲你？新竹县。新竹啊，所以你刚刚讲的是那个海路哈，所以现在爸爸妈妈还在新竹嘛？对，他们都住新竹。哦，然后你自己住在台北。对。然后今年刚从政大土耳其文学系毕业。土耳其文学系，那我先恭喜你哦，出了你的第几本书了？第3本书。第3本书，哇，很年轻就出书，这个优质作家来的。这本书叫做呢喃中的土耳其，对不对？因为我开始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自己就有很多的想法，因为前阵子有一些新闻事件嘛啊，再加上我印象中的土耳其，它是很特别，它在世界当中它是欧亚交界的一个很特别的国家，等于是说它又有亚洲的文化，又有欧洲的文化。我觉得对它有一些想法或是一些幻想。我觉得土耳其，我自己眼中的土耳其是一个文化古国，然后一个我好像觉得到那里去会觉得哇，这不是明信片中才会出现的场景的一个国家。然后对我来说，它有点陌生。你眼中的土耳其是什么？我其实跟主持人一样，就是在去之前，我也觉得那边可能比较保守。那大家都知道历史文化很丰富，可是，在那边是一个你在书中读到，或是说听到的，跟去到那边完全又不一样。像我在那边生活，我一到那边去生活的时候，我在外面租房子，那我发现那边的城市。在城市里有分欧洲跟亚洲岸，是。那欧洲岸里面它又分旧城区跟新城区，所以你会发现在这城市里，它是基本上是从建筑外观来看的话，是古今交汇。它就是很特别，你就会觉得它又有古城，可是又有很现代的商业区。而且刚刚讲可能是有分成旧城区跟新城区，可是呢，在这之外，你又可以发现新城区里它又会有古迹是融入在那个比如说摩天大楼的后面，它又是一个比如说一千多年前的那种土耳其浴的浴场，从罗马时代就开始用的。对，它就是隐身在比如说摩天大楼后面巷子里的一个地下室的一个浴场。是。对，它是以前用那种大理石直接建造成的，就是非常具有文化又具有历史的一个建筑，对不对？我就觉得你好特别哦，因为你是一个你说你才几岁？现在24，你是80年次的小朋友。对。可是通常一般人都会觉得说，我要去一个很现代的地方，比如说美国，我要去法国，或者是我要去日本之类。可是你为什么独中土耳其，包括你念的土耳其语？我当初会选择外语这方面来进修，是因为高中，到芬兰的那一段过程，让我觉得让我开始对外语有兴趣。那也是因为去这个芬兰这个国家算比较冷门，或是一般人不是第一选择到国外念书的一个国家，让我觉得说，其实世界上的就是说国际观不只有欧美主流国家的这个声音才是我们该去了解的。是。所以我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芬兰，是因为那时候对教育的一些迷惘，对教育体制的一些想法，就是说，到芬兰那时候不管是那时候或是现在，这个在教育这一方面是
蛮特别的，是也蛮为国际上就是有一个蛮好的形象，很特别的定位，对不对？所以那时候会因为教育这个因素选择芬兰，所以就开启了我这个对于比较非主流国家的一个探索的那兴趣了，对对不对？对，大概是这样。哇，不过我讲那么多哈，土耳其语一定要考你啊，不能说你们念土耳其语就是土耳其语很厉害，不过自己不会还可以一直问别人。这样好了，我们来教观众朋友几句很简单的土耳其语，好不好？土耳其语难不难啊？譬如说有一些打舌或比较难的字汇，应该没有吧？土耳其语应该说要文法上会比较难。如果说发音来讲的话，我觉得不会特别。对，老师陈老师，那我就当一下学生，你来教我哈。观众朋友来好一下土耳其语哦，我来简单的好了。Hello， 譬如说我们要问好，譬如说我们通常见面，Hello， 盛元你好，我们这种一开始的 Hello 他们有 Hello 吗？没有，这是英文吧？对，这是英文。那土耳其语怎么说？土耳其语叫 Merhaba， 看着镜头 ，Merhaba， 看我 ，Merhaba， 翻扬舒宽 f o r h i l o 这是 Hello 的意思。哦，所以一般我们就是看到土耳其就见到了，第一次见到人就可以用这种方法。哦，就是 Hello 的意思。那如果说要讲你好。你好，是，一样是没好吧？那我们还可以学什么？比如说，比如说像英文的 How are you？ 你好吗？啊，你好吗？叫做 Nasılsın， 他没有卷舌音，没有 Nasılsın。哦，那如果说啊，我们现在聊天聊得很开心，那我们要约明天见，然后说再见怎么办？再见叫 Hoşça kalın。这个算比较正式的，比如说朋友间那种比较buddy，对，还有说 güle güle 啊 güle güle， 这个就比较念起来比较顺畅，对，比较没有那么拗口哦，而且它意思很特别。güle güle 的意思是说我们彼此微笑着走哦，分开的时候他们是用微笑着走这个来表达。你也知道我们是礼仪之邦嘛，有一句很重要的学叫谢谢，是怎么说？ Teşekkür ederim。哎呦，这个比较长哈 ，Teşekkür ederim， 怎么样 ？Teşekkür ederim， 很标准。谢谢 ，Teşekkür ederim。好了，教大家这个土耳其语，就是今天来到现场，就是出新书的盛元，这还蛮有趣的。我觉得我懂你，从你在说话当中，还有你的眼神，我就知道，其实你是很有热情的。那我就很好奇了，你在土耳其待了多长的时间？差不多10个多月。10个多月，通常我们会说水土不服啊，他们有时差吗？有，大概比我们慢5-6个小时，因为他们会有夏令时间。哦，夏天会5个小时，因为他们是穆斯林。没有，是整个吗？整个欧洲都会，对，都会变成夏令时间。那像我，因为为了节省那个，因为夏天那个日光，日光比较长一点，就是为了省电。哦，那如果像我那么爱吃啊，如果说到那边会不会有食物的，就是吃不习惯的问题？适应上的问题的话。基本上那边因为都以肉为主食，不像我们就饭面这样，是，所以他们的食物上香料会比较重。哦，香料比较重一点。对，然后也比较油腻。比较油腻。对，所以基本上会不太习惯。一开始的时候嘛。但他们其实也吃蛮多蔬菜水果，但是比较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吃的菜都是要炒过啊，或者是，可那边就是跟欧洲一样吃生菜。生菜哦。对，然后吃非常多，就是大量的橄榄。哦，对，土耳其很有名的是橄榄油，是对不对？大量的橄榄，哇，其实也蛮健康的，算是有均衡啊，吃肉又吃蔬菜这样。那我就很好奇了，除了吃之外，那人呢？他们的人，因为它算是欧亚交界的地方，那到那边的民族会比较多样一点吗？我先从人的样貌上来跟大家讲，因为蛮有意思的。他们的，你看土耳其人，你不会觉得说。你会有一个刻板印象，说土耳其人就是长某一个，比如说黑发棕眼，或是金发碧眼。对，其实任何的长相都有可能。在土耳其，你会我自己个人有一些朋友就是金发碧眼，然后是比如说我们所谓的白人，是。那有一些他就比较偏向阿拉伯人的样子，那有一些又其实蛮像东方的人，是。比如说像哈萨克或蒙古人，只是轮廓没有那么深，轮廓稍微深一点的东方人的感觉。你刚才我们在那个之前我们有先聊嘛，说他们就是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是什么族？是突厥人。对，突厥人，对不对？所以就他们算是比较，也算是少数民族。他们其实以前是，其实追根溯底来讲，他们是东方人。哦。那只是因为那时候
突厥是中国的外患嘛，就被一路打到西方，慢慢的迁徙到西方来，所以现在定居在这欧亚交界的地方。所以他们其实以前是突厥人。那在人种上面，其实他们有东方人的样子，也有西方人的样子。因为这千百年来，他们在现在这个地方跟欧洲人的交涉有很多。那以前鄂图曼帝国的时候，都是跟欧洲国家打仗啊，或是通婚，就是皇室间的一些战略考量，都会通婚。所以基本上你在土耳其到了现代，你会发现他们的人各种各样的样貌都有，对不对？甚至我在那边都会被误认成土耳其人。对，其实因为我刚刚讲说有一些土耳其人，他们真的是土耳其人，可是他是比如说哈萨克族。他是鞑靼族，鞑靼族就是以前的蒙古人。对，所以我刚刚讲突厥，他们是一路这样迁徙过来，所以这其中当然包括了很多这个不同部族的人，然后演化过来，然后或是在跟欧洲一些国家，或是跟俄罗斯，他们跟俄罗斯也有就是交界，所以会有一些通婚上的问题。所以我刚刚讲我在那边会被误认，是因为他们以为我说，你是像我去的餐厅里，他们就问说你是。因为我会讲土耳其语，到后来可能蓄胡啊，怎么留长头发，就是比较融入当地随性的，对。然后他们就问说你是土耳其哪一个省来的？我说不是，我是台湾人。他说那怎么？他就是一脸匪夷所思这样，但是就是连我的样貌都会被误认，就代表说他们的这个外观多样性已经到这样子，而且他们是很包容的。对，好喽，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带来真正来看一下盛元眼中的土耳其之外，还有刚刚聊了很久的芬兰，回来再跟你好好的分享。等一下再来。真的for hero，今天for hero呢，介绍了本书《呢喃中的土耳其》哦。这本书的作者就是陈盛元同学。大家好。来对着镜头再介绍自己。大家好，我是清醒耶。陈盛元，好，我们刚刚聊得好开心，就是讲到土耳其很多，就让我有好多的憧憬跟幻想哦，包括你刚刚讲的美食也好啦，讲到人啊，讲到当地的文化建筑。我在书里面看到比较特别的就是。我们有聊到喝咖啡，他们喝咖啡跟我们不一样哈。对，他们的咖啡其实就叫做土耳其咖啡，是跟我们一般喝的传统的意式咖啡不一样。他们的土耳其咖啡呢是没有滤渣的哦，所以你在喝的时候可能会有渣，他们会让它沉淀在下面，可是你喝的时候，因为多少还是有。但是为什么很多人说为什么要这样喝？这样子不是比较不方便或者不好喝吗？可其实这是一个算是原始的喝法啊，他们那边最原始。在欧洲人喝咖啡之前，土耳其人就开始喝咖啡了。哦，所以当他们还不知道要去滤的时候，就有这样传统喝法，就一直延续到现在。是，对，那也是透过鄂图曼土耳其帝国那时候的商业很活络的这个贸易行动。对，然后欧洲的商人来土耳其发现，全国都在喝这种黑黑的可以提神的饮料，他就把它引进到欧洲，然后到欧洲经过就是一连串的改良，才有现在我们就比如说加入牛奶，对，这种意式咖啡的喝法，对。所以呢，土耳其大家觉得可能这个咖啡比较不好喝，对，其实因为我们喝不习惯的关系，对，但是这个原因是因为他们这是最传统原始的喝法，对，那一直延续到现在。那为什么可以占卜？因为刚刚讲到那个土耳其咖啡的渣，它是留在下面。是。那以前的帝王嘛，会比较迷信，说这个渣这个图形有什么预兆吗，或什么？所以从那开始就有一个迷信的文化。是。那会有占卜师来看，来看说透过这个咖啡渣，你喝完之后呢，杯底的那个渣把它倒过来，就是你的杯子把它往咖啡杯上倒。是。那经过大概5分钟的沉淀之后，它那个。透过就是地心引力那些嘛，就是会让渣会变化，空气的接触啊什么的。所以你每个人喝的方式或什么喝的剩下的东西又不一样，所以针对不同的人又有不同的解法这样。主要是看那个咖啡渣的图案，是他们有一套，就占卜师他们自己的一套见解可以去。还好你是活在现代，不然真的大家乐盛行的时候就，这也很像我们求名牌，或者是我们在喝香灰水，小时候不是都这样吗？或者是庙里拜那个香弄下就看那个香灰呈现，其实是一样，这就是文化的一种。我为什么特别跟你聊这个？因为我会觉得，我一开始的时候我看到这本书，我当然。
其实我说实话，我会跟很多人一样，会觉得这不就是一本介绍你旅游中发生事情的一个游记的书。可是后来我发现不是，因为你在里面有呈现太多你真的深入当地生活你自己去体会的。当然，我觉得因为你自己是学生的关系，所以相对的，我觉得冲击到的是更多可能我们在原始想法当中不一样的那种态度，对刻板印象，所以我才说。它其实可以变成教科书，它不是旅游书，它不是。对我来说，所以那我还觉得你更深入的是，你还了解到他们，譬如说他们的民族性。像我就很好奇啊，像我们在都市里生活嘛，对不对？我们有时候脚步比较快，他们生活的步调怎么样？基本上土耳其人的性格比较缓慢，比较随性，慢活那种吗？慢活，所以在处理比如说一些行政效率的学校啊。外国人居留证这种，你需要很大的耐心，是对，不像台湾可能去到一个地方办事情，非常对，而且抽号码牌，或是有这样有规矩嘛，对不对？可我第一次去到那个，因为我是外国人学生身份，所以一定要申请居留证。那我到那边一到那种外国就是海关之类那种事务所需要申请，发现一大堆外国人就聚集在门口，是那一个小房间就是有办事的人员，然后大家就是先到就进去。那也不知道谁先来，然后就这样挤成一团。然后说，没有抽号码牌吗？没有人在引导说，谁先进来？应该要进来，因为排队嘛，我们总有先来后到嘛。然后呢，已经一团乱了哦。那发现可能时间一到，所有的办事员就起身去茶水间喝茶，就站在那边，就站在所有的外国人面前喝茶聊天玩手机这样。就这样。对。就他们休息时间到了，他才不管你，他不管你。对他们好休息够了，再慢慢一回到座位上，然后下一个过来，这样就是这样，就是他们的行事风格，他也不在意，他也不管你。然后那可是相对的，会不会有人跟他争执说，你要赶快帮我？也没有，他还是不管你。有人试过，但没有用。他说，你就等啊，我们在喝茶。真的假的？对，好嗨哦，对，这么特别。所以连那种，因为你所有的外国人要在那边居留，就是大概3个月以上都要。你会发现那种穿西装笔挺那种商务人士，有头有脸人物也要这样子，就是就是有点。我们学生就是小孩子就算了，他们欺负我们就算了，可是连那种一般的商务人士啊，或是公务人员，外国的公务人员来也是要这样经过。反正就是一视同仁。他觉得他在这边他就是老大的这种心态，有点这样子。我觉得这就是文化不同的地方，对不对？所以你后来在那边这样的生活，你也习惯了嘛？就跟着他们的步调，对，跟着他们步调。而且另一方面，我觉得你适应这个步调以外，要找方法去解决。对，那我就去观察土耳其人个性怎么样。我刚刚讲说他们的个性很重感情，像东方人这样。所以呢，你会发现，就不管在外面的商家做生意的，或是我刚刚讲公务机关这种办事情的，他们的工作中的人，他们都很讲求。把干净这件事情，就是，所以你要去可以跟他喝杯茶，对，你的心态就不用那么急，说一进去就噼里啪啦说你要什么，就不是制式的那种，我们可能先交个朋友，Hello， 我是台湾来的这样，然后我有什么事要帮处理，但是就是先聊一下天，对，然后他可能会请你喝杯茶，你就跟他慢慢喝，对，就是要熟悉他们的步调之后，你去。跟他们融入他们的，对他们的个性，或者是他们的步调、他们的生活，我觉得这是蛮特别的。对，就是你要先去察言观色，对，才有办法。我觉得这会变成一种学习，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就会变成投射到以外，你平常人际关系，你不要说是办事情，有时候我们跟同学相处，甚至跟爸妈相处，你可能为了一件事情，比如说爸妈说妈我要什么什么，那有时候太直接，反而没有一个温度。对，我觉得这本书要告诉我们也是这样，就人跟人之间的温度，我觉得反而是好事。那我也很好奇，像你到那边去，你一个人吗？还有其他同学？有，可是都不同城市或不同学校。基本上学校的意思就是说要分开，因为基本上你如果一群台湾人去，大家会混在一起。那你在那边有别的其他亚洲国家的同学吗？比如说日本啊，是外国的同学的话，大部分都是从语言班去认识。像如果说去大学部里面都是当地人。对，那因为语言班都是外国人去学嘛，是，所以其实亚洲国家相对是少的啦。但是呢，我发现中亚国家的人跟新疆人是。对，新疆人像我那时候的语言班有20几个，快30个，差不多是一半，15个左右是新疆人，是，然后大概5、6个是中亚的国家，比如说土库曼、乌兹别克。那因为土耳其在中亚国家
等于是他们的美国梦的感觉。对，就是他们就所谓是土耳其梦。对对，就要去他们眼中的大城市。因为土耳其是一个非常相对开化跟世俗化的一个伊斯兰教国家。那他们在宗教上因为自由很大，是，然后在经济上其实也比那些国家更多的机会，还有资源。对，所以那在教育上也是这样，是，所以学生都是希望朝这边来走。那欧洲国家来的学生就比较像是可能亚洲国家去的一样，是文化体验的部分，或者是不一样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的一个去感受，因为也是不同的种族嘛，对不对？大概是这样。所以这本书除了你做之外，我们还看到很多很好看的照片。是，这照片是谁拍的？大部分都是我1年当中我自己累积的。哦，那针对书的内容有一些特别需求的话，也是在当地的朋友，土耳其人朋友或是台湾的朋友在那边拍的。哦，然后这个书啊很特别，还附赠了这个是什么？土耳其玉吗？它叫做蓝眼睛。哦，蓝眼睛。对，因为我刚看到很熟悉，有时候朋友去土耳其回来就会带，比如说项链啊，或者是手环啊，上面有这个图案。对，那这个图案代表什么？它就是一个，它其实真正名叫恶魔之眼。是，它其实是那种以毒攻毒的感觉。它这个眼睛去刻不好的东西，它用这个眼睛去看，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是一个眼睛的表示。所以这次的书呢，就是用这个恶魔的眼睛带着你去土耳其，好好的看，对不对？是。好了，我们先进个广告，待回来呢还没有聊到芬兰的部分呢，等下转来还有韩斗故事啊，龙泰嘎讲，我们待会见。盛远，我还看到这书里面很特别哦，这个画是谁？他是我在土耳其的室友。你就是你的室友，他是哪里的人？他是就土耳其当地的。当地人。对，当地人。然后他是产品设计系毕业的。是。对，然后他是在家里自己接案，做一些平面设计啊、产品设计这方面的工作。是。那他一听到我要出书，他说义不容辞说，哎，我帮你做美编这样。好棒哦！所以这个书就真正的哦，就是台湾跟土耳其的合作。没错。不过讲了那么多土耳其哦，我们要再回溯一下你我一开始知道你的时候，你是小高一就开始决定先休学吧，是不是？对，那个时候你就毅然决然的选了芬兰这个国家，是当成你第一个去游学，算游学还是念书？算游学，因为回来我还有再继续读。你为什么当初有这样的冲动呢？因为我前面有提到，我就觉得那时候是对教育这个有一个小小的疑虑，特别是我们的体制，还有当下的那个生活，念书的环境跟方式，是因为大家如果就是对高中的印象，应该就是比较填鸭式的教育方式，一天从早上7点半到下午5点，然后晚上还得晚上基本上大部分人都还要去补习，是因为这个环境就是邢树村这样子的一个学习方式，是，所以当初就发现，哎，好像不管是我自己，我身边的朋友也很多人觉得说，我好像没有时间思考自己喜欢什么。对，而且你在思考，就像我节目也一开始就讲说，你有没有想过你想长大，你想要变成什么样的人？在求学的过程，对，你小时候你觉得你想要干嘛？我小时候一直很喜欢国际，从国际这方面的，是看不同国家的一个。是，我小时候其实蛮好奇的。对，然后而且是对不同国家的文化这方面。那当你一开始决定要出去的时候，家人的你经过讨论嘛，然后而且你那时候才几岁，16岁，你自己的个性呢？早期我从小其实非常害羞。怎么可能？你现在跟我聊成这样？我觉得是所以才要出去。对，对，这是非常好的答案。所以你很害羞。我其实很腼腆，然后我其实从小连去，比如说去麦当劳点个餐，国中我都不太敢。真的吗？我不太敢跟陌生人接触。对，然后那时候我提出说，我觉得对上学这件事情，对台湾这个高中的教育方式这个有疑虑的时候，我跟家里人讲，对，他们就说，哎，怎么可能？你不是就是按部就班的对，人吗？因为你很内向，他们都觉得你默认，就是默默接受这样。对。可我发现，就是经过我，因为我是高一念完才去，我就发现1年当中，我好像就除了死读书，我好像什么都不知道。那我还要再这样过2年，然后考大学，我也不知道我要考什么。对，而且搞不好你上了大学后，还是不敢在麦当劳点东西。应该不会的。所以爸爸妈妈也就很支持。对，他们支持的点，我觉得应该是说让我去
在我的性格上，或是培养我的视野，啊而不是说对死读书。他们觉得对对读书固然对对对很重要，这是一个基础是没错。嗯可当你读书之中，你发现你读的东西不是你要的，或是说你读了完全没有帮助的，这个反而还不如不要读。对，然后先暂停一下，我的意思说你不要完全之后就不读了，是先暂停一下，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思考。对对，而不是到另外一个地方继续死读书，继续或是放掉完全玩乐这样，对也不是这样子。所以你一开始对到芬兰的时候，有没有很害怕？非常害怕，真的吗甚至出去之前我有反悔，说真的吗不要啦，机票取消算了，我还是可是不行啊，也休学了，就箭在弦上对就。但我觉得，我觉得很好的一件事就是你愿意踏出那一步，也改变了你自己的人格之外，也许已经改变到目前为止你的人生。因为我觉得我一到那边，因为我一个人去，那在那边任何的文化上适应，因为完全非常非常不一样，芬兰。那我在那边也没有朋友，一开始也没有朋友，所以你任何问题都要自己解决，自己来，哭也没有办法，耍自闭也没有办法。对，毕竟你还要再待1年，是你总不能去到1个礼拜就要买机票回来，这样很丢脸。没错，对，所以适应上一定有初期非常困难的地方。对，那就是一步一步克服那个，比如说我自己原本很害羞，那芬兰人也很害羞，那你要去怎么跟他交朋友？你要去突破，所以这都是一步一步解决困难的一个。算是半强迫的方式，可是我觉得慢慢你这个心胸会慢慢敞开。对，而且你看的东西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你第1年回来之后，你回来台湾之后，你觉得你那第1年回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最大的改变是，其实有一点负面我觉得我变得很批判性思考。对，比如说一回到我重新念高2，那一回来就觉得。为什么要每天考试？为什么要背国文注释？因为你证明了当初你在高1念完1年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体制你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你出去再回来，因为你证明是对的，对不对？我这样说，然后所以你回来念的时候，你又第2次去芬兰，对，为什么？也是因为那个时候你觉得那样的改变？因为我觉得。我虽然已经在芬兰待1年了，是，那我也把那1年的经验集结成一本书，可是我发现我探究的东西还不够，因为我在那边因为我回来，我刚刚讲有点算是愤世嫉俗，对，我真要用这个字。那我发现，那为什么会愤世嫉俗？因为在那边当地芬兰上课的时候，他们的高中就已经开始用选课制度来上课，学生是依照自己的兴趣，对，还有性向，对你不是说。你将来明明就没有要当医生，或是说你没有要走数理方面的，可是你却要读跟以后要走这方面一模一样的教科书，那你不是这方面的人才，可是你却要花更多的心思去处理这件事情，会发现你好像台湾的教育要把一个人塑造成通才，对，但是在芬兰他们是从高中开始就发现你要适才适性的发展，所以呢，我在写第1本书之后，我是朝这个。比较教育文化冲击这方面比较基础的方面去书写，可是我后来，跟我的芬兰的高中朋友聊到说，因为我那时候高中毕业，大家就觉得说，那就直接你分数到哪就上哪里嘛，或者说你不排斥哪一方面的东西，就去读了，就没有太多去思考的方向。所以会产生很多，譬如说，为什么你后来读完之后，你出来做的事情跟你念的是不一样的？是，所以我一直很钦佩那个盛元就是说你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做这些事情，不光只是改变你自己，我相信某一些部分你也影响了你周边的人，或者说你证明了。在这个教育制度下，你必须要去证明的很多事情。也许在电视机前面很多同学跟你一样，也许跟你那个时候高一样，或现在他想的事情是跟你一样，我觉得你就会影响到他们。好，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一直很推崇你，然后我一直觉得很感动的地方。那到目前为止啊，你也毕业了，对不对？对。这样下来，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想要对于台湾的教育也好，或现在还在念书的同学也好，跟你一样有想法的同学也好，给他们一些建议好不好？我觉得，这个建议跟我当初回来后来想通的一个理念蛮相似，就是说体制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就是一瞬间的改变它。对，这就是我每次跟很多同学讲，我说念书你们是义务，但是你们也有权利。是，对。所以在这个体制之外，我觉得可以去改变，因为体制我们改变不了，对，一瞬间改变不了，对，所以可以去改变是我们的心思，改变自己，
对，所以一开始我说我回来愤世嫉俗，可是后来发现，哎，好像我就是一定要考大学啊，不然台湾怎么就是环境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调整心态，我就说我回来就希望朝外语这方面去发展，朝国际的领域发展。是，所以我就精进我的语言跟历史、地理、文化这方面的科目。那台湾可是它是一个需要说你每一科都要考好才有办法，但我就是取舍这个比重。对。所以我觉得，对于学生，我现在给的建议是给学生、高中生，可能在这个有这个疑虑的同学们，对，现在可以去调整的一个方法，然后好好思考一下你自己要的是什么，对不对？好，如果呢，那时间怎么过那么快？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个7、8集。我跟盛元聊天真的很开心，特别自己是客家子弟啊，我觉得而且客家子弟又比较昂讲一点，昂讲哈，而且比较勤奋一点。好，如果呢？这个想要了解盛元呢，更多啊，对于他游学、交换学生之外，有什么很特别的分享的话，我们有个见面会，对不对？8月27号礼拜六下午2点半呢，在高雄市立图书馆的总馆7楼国际会议厅，还有8月27号礼拜六晚上7点半在政大书城的台南店，对不对？有一个呢喃中的土耳其的分享会，没错。哇，如果这个喜欢这本书的朋友，或者是你正在拜读这本书的朋友，跟盛元好好的分享一下。盛元同分享给你来，有喊这个来。最后再问你一题，你接下来有没有想要挑战的城市？挑战的城市哦，我蛮想去，就是我比较去一般人不会去的地方可能非洲或是印度吗？我觉得好，我很期待。不过在这期待之前呢，请大家支持一下呢喃中的土耳其，希望很快就可以跟你再见面，好不好？谢谢，谢谢你来咯。等一下来运通一下，转来摸走开啊。